宝藏们，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，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，包括宝藏来信、好剧、好书，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。加入我们，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。对了，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，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，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。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，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，我是咱母。这一个月不知大家有当啊做要怎讲啊，心内有猫猫无？大家应该拢无用咧过年吧？应该是这届过年真正够忝的啊！系啊。我甲咱的物件搬去面册啊，所以即摆面册 IG 拢有咱的口罩，大家若有兴趣，当甲阮 follow。系啊，希望大家斗捧场，嘛会当甲你的朋友分享，互伊变做咱的里民安尼。大家做伙来做里民。对，大家做伙来做里民。过年过了，嘿，哎哟。咱的 chemistry 那些看迄个哈，因为上一个月实在是太爽诶。好你讲过年啊？我就要接今日的主题啊。不是过年过了，才是就要来过迄个什么节啦 ？Valentine's Day。嘿，对。人讲情人节。还是讲情人节，还是较早英国会讲叫做 Saint Valentine's Day， 因为本来是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日子，是伊上早会当会当找到为罗马时代迄个时阵都有做 Saint Valentine's Day。伊爱像我刚才拄则讲的，伊本来是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日子，一直爱到14、15世纪开始，才真正跟爱情有关系。是安尼哦。嘿，是有一人叫 Saint Valentine's 吗？还是只是一个名？敢若跟人因讲的殉教者有关系。我就较无我就无较读啊，因为迄太复杂啊。但是吼，较近代的啦，就是1797年迄个时阵，差不多18世纪迄个时阵，大家拢是迄个时阵开始有迄个讲啥，有寄物件，当开始当寄物件 postage， 所以迄个时阵大家拢会寄情批互有意爱的人。但是因迄个时阵因的情批拢袂写名，所以拢毋知啥物人寄的。因为拢要用手写嘛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有一个人出版一本册，内底拢是迄短短的情话，所以讲你若是你嘛是想要写，但是你毋知要写啥，你较无啥物文采，你就会为遐内底抄你的卡片，佮寄出去互你的有意爱的人。那嘛算真方便的吼。系啊，佮愈方便的是19世纪开始，就有工厂会当大量制作这个卡片啊，所以根据一个man-made， 你感觉咱万城都会大学的历史的资料讲，1835年迄一年有6万张的卡片互寄出去。哇，足济呢！佮愈济是6档了后变到1841年开始变做40万张。但是迄个时阵拢是惊送寄这个卡片啊。对。要送礼物这个习惯吼，这个惯是爱到19偌济年才开始，等于讲到当个未100年的。爱到20世纪后半
才有开始流行送礼物。啊，即马2000年后吼，英国人一冬开伫咧即个情人节的即个礼物跟卡片的钱是10几亿，就这吼，10几亿的英镑哦，超好们的。系啊，有，其实有超过一半的人会伫即天来开钱。你敢会？阮袂呢。哦，你甲你翁伫交往时阵，敢捌过即个情人节 ？Never ever 。你安尼讲诶，英国去有够重诶，有够怀念诶，我有够怀念。Never ever 哦，所以讲阮翁有倒来2礼拜啊。啊，毋过因为我著习惯伊讲话口音嘛，啊，真正是安尼讲，真正是够怀念的啊。哦，对，我会记得我进前转来去台湾5个月安尼，一转来万声，听着这万声曲，我感觉足怀念的哦，因为足歹伫外口听到的，真的哦，哪呢哈？知啥物病呢？毋知咧。毋通安尼讲，咱万声曲是互选择是英国上 sexy 的腔口呢？我之前佮看到，应该是顶几礼拜尔，讲万声是互人选是上 friendly 的一个城市，就是上会当去 visit 去耍的一个城市。有我咧找今仔日的节目的资料的时阵，我有找着讲，英国北部的人较民约会是上好的，因为因上优先，上对啊，较好，较轻松啊。对啊，就甲咱台湾南部人同款啊。对，所以我少年的时阵，要约会拢爱指定一定爱乡中的，啥物建中无爱。你可以当紧哦。我无法度紧，我家己用。我嘛无法度紧。对，我啥物人来讲我家己，我想好啦，凊彩啦，无去遐好。我嘛是安尼。你嘛是讲混大型的哦，系啊。好，又等来。对。哈。无，阮兜无咧过节啊，阮兜着上加就是生日的时阵会买一个鸡卵糕转来食呢，连歌都无咧唱诶。阮兜嘛是，敢若生日啊，佮有结婚的纪念日，阮无咧过迄个情人节诶。因为咱感觉讲即寡诶节日拢较商业化，拢是互遐人趁去诶。其实因为你讲按2000年后英国人伫即天开伫情人节的钱是10几个，我真是足好奇讲安尼疫情了啊，真是英国的经济遮歹，毋知因会减半还是共款咧10几个。毋知呢，因为我感觉疫情了后，我有看一篇报道讲疫情了后，逐个更加搁较寂寞。英国本来就是一个。我感觉英国本来就是一个真寂寞的社会啊，就是因为大家人情较薄，嘛毋是讲人情较薄，就是因足维护因家己个人的生活，所以因靠大家包括因家己的厝内人，拢是会维持一个距离安尼。所以这就造成讲因大家其实拢会较寂寞安尼。所以进前。搁要离题啊！之前因万城遮有一个 charity 是专门咧做讲咧牵线，因有调查讲，就是英国社会当中上寂寞的2个族群，第一个是25岁到35岁即个岁数内底的人，第二个族群就是退休了的人，所以因这个 charity 就好算诶，你会当甲注文，伊就会甲你牵线，一个25岁到35岁的人配一个退休的人，就是65岁以上的人。恁2个人，恁
恁两个人就是逐礼拜一定爱固定敲电话互对方1点钟。嘿，有当时会当去对方的厝耍，拢会使，但是至少就是一定爱开讲1点钟安尼。用这个方式去互大家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。其实安尼嘛袂歹呢吼。嘿，因迄个计划是 NHS 嘛有赞助，因为孤单，因讲孤单会造成足侪健康的问题。真啊。嘿，佮跳转来讲约会部分，你敢知影英国是Tinder伫咧美国本土以外，寄付互Tinder第2侪钱的国家。真个假？Tinder 咧，毋过我感觉应该是吧。我看迄足侪英国人拢有Tinder，拢有咧用Tinder。但是你敢知影我有查着足含的呢？因为Tinder 的伫英国的性别人口差足侪呢。查甫的占85%诶。所以查某的是有15%尔呢。嘿，对啊。超够济，是要算啥？嘿啊，毋过我有查到另外一个数据是讲，就是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因咧约会拢毋是透过 online dating， 比如讲有18%的人是透过工课去熟悉另外一半，还有另外18%的人是透过朋友的关系去熟悉的，还有15%的人是因为出去外口啉酒食饭，拄啊抢着安尼。对啊。真的吗 ？online dating 无足济，我对这个，因为我身边大部分甲另外足济拢是 online dating 熟悉的。我嘛是真意外呢。我感觉有当时因可能就是用，可能不是要互知，怪的讲透过朋友介绍嘛是有可能。哎哟，嘛是有可能。但是因为我家己是感觉用 online dating 成功的几率感觉无介悬，因为感觉大家拢是开讲尔，嘛无认真讲要交往还是啥货。毋过其实我感觉 online dating 这个软体只是一个 platform， 一个互你去熟悉朋友啊。有的人是安尼想，因为我当初就是安尼想，只是想要交朋友尔，无想要有啥物有诶无诶。系啊。对。但是我感觉即摆咧用这 online dating 的人，可能拢是看你倒边的想法。我有看一个，我伫 Reddit 面顶有找到一篇，就是大家咧讨论讲要安怎跟英国人交往。因为讲有一个人就讲，我毋知伊对一国来，伊就讲伊感觉足困难的，因为常常你看因啥物会拢做过啊。但是恁两个也毋是交往的状态。佮伊伫英国人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因拢足惊一个问题，就是我阿伟，咱即马是啥物关系？有诶甚至是会甲因吓惊着因会走去迄款电波。我感觉真趣味，因为正常我听足侪我身边的朋友安尼讲。但是因为阮是亚洲人嘛，亚洲人生性会较保守，比起来对性的态度是较保守一寡。对。但是甚至是欧洲啦，也是讲南非，也是讲美国的人来到英国，因嘛是有同款的问题。我感觉安尼真趣味。我有看另外一篇是一篇报道，伊有采访到4-5位，就是伫咧英国生活的外国人，看因咧英国约会的经验。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讲，英国人毋是生弟弟，也是讲足冷漠的，因是袂主动，甲你讲要交往，除非讲你敢要求。因足够感觉awkward的。所以因要怎讲啊？因为因就是这种awkward的民族啊。
我知影啦，面皮就薄诶。哦，对啦，对，好，嘿，对，嘿。因为就想要避免 awkward situation。有个一个法国人写诶，我感觉就好笑诶。伊讲英国人伫咧网络馆顶咧伫迄 dating app 咧开讲诶时阵是，就像咧讨论讲community 同事咧讨论工课共款，无想要伫谈谈情说爱。了后呢，因会约出去啉酒，一日未坐落来呢，就随点酒来啉。有看迄内底有偌大罐，就点偌大罐，会当啉偌紧，就啉偌紧。最后呢，两个人搁枵搁醉的时阵呢，绝对毋是去啥物 romantic 的所在去食饭，绝对是经迄当时拄好有开的迄款煎鸡排店。好，较饱迄款诶。食诶，就讲好，再会，拜拜。就是拢就冷诶啦，迄款感觉。讲比如讲因要约会感觉袂歹嘛，就爱进一步诶交往。拢无人会主动提出讲要安那，比如讲要烧金无，要烧烂无 ，unless 除非你主动去提。是讲伊另外一个朋友甲形容讲，恁若是有恁的 first kiss， 就是头一届烧金，一定是两个面拄好弄着甲对方的面，咧就停伫遐等看啥物人要甲伊的喙刷开。那真好笑哦！对啊，敢若两个robot咧谈恋爱。毋过我感觉酒是因一个做好。我感觉因为啉酒会当互因安尼较放较轻松诶。对。无因拢一定要维持一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袂歹迄款形象。系啊，啉酒会当互因较毋免遐惊。往来伊是毋是要甲大家介绍一寡约会节目？我之前搁住伫万城市中心附近的时阵，反正无聊嘛，无想要出去啊，因为天气无好，我就用一直伫厝里看电视。我上喜欢看的就是dating program， 就是约会节目。有足侪足奇怪的 dating program， 像什么 Take Me Out 啊 ，Dinner Date、First Date 啊，Naked Attraction， 即款的。我想介意的是 Take Me Out 甲 Dinner Date。Take Me Out 伊的方式呢，就是有现场有30位的女性和一位男性选。毋过迄男性一落来时阵，查某的若看到伊无介，感觉伊外表无好，还是反正伊无介意的点，伊就甲顶切掉。查甫的敢若会当按迄个会有伫倒的迄个查某去做选择，会当甲选。查甫出来了，伊就自我介绍嘛，讲我叫什么人，我啥队来的。过来主持人就会问讲girls you turn on or turn off。你这是听到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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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查某甲顶切掉的声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笑到这声。过来咧，伊这了嘛，第一段的顶切掉了，主持人就会问一寡问题啊，就问讲为什么甲顶切掉啊？迄查某可能讲因为我无介意对一点啊。然后主持人就会问讲，就会问查某一寡问题嘛。伊迄伫回答的时阵，这查某人来感觉伊无介意，伊嘛会当随时甲顶切掉。到尾就会互大家小可知影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个性，所以有当时因为是这查甫的朋友，无就是厝内底的人，就一影片讲伊是啥物款的人啊，伊是一个足好笑啊，还是对厝内底足好的啊，啥物啊？有的人
那对啊，有诶，听了无欢喜诶，听了感觉也无介意诶，伊嘛会搁甲顶切掉。嘿，无就是伊表演一段西嘅，有可能是、我捌看过人唱歌，啊嘛有跳舞，啊个有变魔术。嘿，啊若对啊，查某若无介嘛是可以甲切掉。啊到尾迄血若个有倒诶，迄查甫就会经两个以上较意爱诶。啊，两个哦，嘿，伊敢若当经两个落经一个。哦，嘿，啊伊问问会了。就趣味的设计。对啊，啊若有会成功的话，因就会当去一个叫凡兰岛的小岛去佚佗安尼。啊，我印象上深的是一个黑人哦，伊就是伊一开始伊的顶拢足侪人，因为30位嘛，啊差不多有20几位的顶拢是倒的哦。啊结果就是到第二段有朋友讲，伊才是32岁啊，啊毋过伊个是在世的。就是讲即个查甫是在世的，结果伊讲你在世的了，迄个顶的嘟嘟嘟嘟嘟嘟。根本伊都无人会当选你敢知？逐个听着在世的足惊。就是，我感觉逐个人去找啊 ，Take Me Out， 你伫 YouTube 拢会当找着。迄声真正是足疗愈，嘟嘟嘟嘟嘟。我之前有看过，我去运动的时阵拢会放迄迄 gym 拢会放迄，啊，我有看到哦，我已经行路行到流汗了，到想要看到哦，到底传啥物人，到底啥物人？而且我感觉这部我还有另外一个我介意的原因是，这主持人是按 Manchester Great Manchester 附近一个叫 Bolton 所在出来的。所以因的口音拢足好，就是你会听到足侪英国当地口音，我感觉足趣味的啊。我就爱北部的腔口的。系啊。反正我感觉这个 Take Me Out 真趣味的，嘟嘟嘟嘟嘟，笑气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 Dinner Day， 嘛是相亲，算相亲的节目啊。伊就是主角会按迄个特定5个菜单，拣伊3个上介意。啊，这个菜单通常拢有3道菜，就是前菜、加主菜、加 dessert。啊，伊选了后呢，这3个人就爱家己亲自来煮互即个主角食。然后这个方式有小可像迄 blind date 安尼，就是相亲啊，因为因爱到冬天要食饭的时阵，才知影对方生这样啊。啊，食一轮了后呢，这主角会按3个内底拣伊上介意的口味，伊感觉上好食，啊个上介意讲较会合的啊。啊选择了出来去食饭安尼。啊，我记得印象上深的是一个查甫，伊反正是3个合景嘛。啊，伊甲第2个是讲了上会合，你感觉因两个上契合吗？就是拢讲甲足欢喜的安尼啊，拢而且你迄个第2迄个查某的嘛，感觉这个查甫一定会选伊，啊，毋过到尾伊选第3个。是安那？伊就感觉讲哦，因为这个第3个生活方式甲伊较无共，爱得选第3个。啊，这个节目好，这个节目伊个会等一段时间了，去甲个主角问讲，因两个敢有继续伫联络，还是有伫交往啊啥物的？然后呢，因不是经过迄第3个吗？结果因无搁继续做伙，因就是迄天伊就紧了，迄天出来去食饭，安尼尔都无后。到尾啊，伊是搁转去找迄个第2个，因为伊爱去因兜食饭嘛，所以伊知影伊的主旨啊，伊就搁转去因兜去找伊。哇！系啊，你毋觉做戏了吗？袂歹啦，至少伊嘛是找着一个啊。对啊，毋过我感觉虽然讲介意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这点有真无好，因为人知你住对。对，
对对对。啊，这个节目嘛，互我想到，我进前拢会去一个，我毋知影台湾有流行无，叫做 meetup，meetup.com， 伊就是一个网站，啊，你会当加入一寡无共的社团，啊，你嘛会当开创社团，啊，你这个社团就是你爱定定办活动，比如讲，我之前有办一个是台湾文化社团，啊，就是拢互遮当地的人来参加一寡，比如讲我会放电影啊，还是讲演交啊这款的活动。啊，我之前看是参加，就是 international meetup， 啊，因就是无论你是啥物人，你啥物背景，拢欢迎你来。啊，因就是一寡 social event 安尼。啊，有一届就是去，敢是去一间bar啉酒啊，佮跳salsa安尼。啊，有去。啊，有遇到一个查甫的，啊，我感觉伊可能拄仔有小可意思，所以安尼小可动卡动手，你敢知？啊，但是这个，我会当个感觉会当接受，我就坐较远就好啊。啊，后来伊就来问讲，我感觉咱能做朋友啊？啊，后摆我邀请恁来阮兜，啊，你煮饭互我食好无？我想讲，为什么呀？我那个饭花煮饭互我家己食，我想要去恁兜煮饭互你食，我是恁啊，小喊啊！我毋是恁阿爸阿母啊，是咧。够好未啦？对啊，我想讲着够。而且因遮毋是因澳洲含英国遮拢是，若是邀请别人去因兜创啥物，拢是一款性暗示。嘿。因就是因若是邀请你去因兜，拢是意思拢毋是讲叫你去遐创啥，比如讲来阮兜啉咖啡，还是讲来阮兜做鸡卵糕，拢意思拢毋是真正咧啉咖啡，还是做鸡卵糕。意思拢是讲后壁一定爱做爱做的代志。就是这样是人讲 Netflix and chill 同款。对啊！这毋是发生伫我的身躯，但是发生伫阮翁的身躯，感觉足好笑。真假啊！对，伊就是大学的时阵哦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嘛真介意迄个查某囡仔，因为因两个拢足爱看 StarCraft。我毋知迄中文是啥，啊，反正这个查某囡仔就讲，迄个啥物人，你叫伊金蕉好啊，金蕉好啊！你有闲会当来阮兜，咱做伙来看 StarCraft。啊，伊就讲哇好啊 ，StarCraft great。啊，结果伊就真正约一天下晡就去因兜看 StarCraft。啊，因两个就坐伫迄个查某囡仔的眠床顶哦，来看 StarCraft。啊，查某囡仔就一直要甲伊小可单纯最爱，无啦，要就是先讲话啦，安尼小可安尼，甲吐一下安尼。啊，伊就讲，嘘，我爱看电视，莫看。伊真正是做直男的。Oh my god！ 唯一的一摆哦，伊另外一摆，为够嘿，今朝就爱食鸡卵糕，就爱食甜。老囡仔又一个，你通有闲来阮兜，咱做伙来做鸡卵糕。啊，伊就想讲哦，赞哦，做鸡卵糕。啊，伊就真正去哦，啊，一去就开始敲迄个查某囡仔的灶骹，啊，这边开迄边开，讲，紧甲你的迄个面粉拢摕出来啊！我讲啥物我来敲啊？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戆去，伊讲，你真正要来做鸡卵糕？伊讲，嘿啊，啊无咧，结果迄查某囡仔就生气啊！原来真好笑，我听哦，真笑死！啊，你有说要叫金蕉？我知道，真正想一个水果，有够好笑！而且你讲做的鸡卵糕是我头壳顶拢想的拢是伊做的 Victoria Cake。好搞笑啊！对啊，你还有趣事要分享无？有趣事哦，我之前伫London的时阵，下晡讲翁寄面条，我就随个无休困的，甲另外一个查甫出去。
哦，然后反正我就是约伫 pub 见面啊，因为较济人较袂惊嘛。然后伊真正有够奇怪，其实伊生做袂歹，啊嘛乐乐啊，是我介意迄款，啊毋过伊一开喙，我感觉毋对啊。因为开始你开讲的时喏，较无啥知影即个人的背景嘛，啊，就是讲哦，伊伫问讲伊做啥物头路啊，啊，伊进前学讲伊应该是做人迄装潢伫包工顶爱啥，啊，毋过伊已经无咧做啊，因为伊有 depression， 所以伊才是伫治疗伊的 depression， 啊，伊开始甲我讲因安怎治疗伊的 depression， 怪伊会讲吼，伊有试一个方式做有效，就是伊坐伫遐。嘛毋是 meditation， 就是反正伊就是坐伫遐想讲伊家己灵魂出窍，啊，伫一个做悬的所在，你看伊家己，伊感觉安尼的方式对伊做有帮助。啊，怪伊就叫我做呢。哈，对，伊就叫我做呢。伊讲你正是坐伫遮，我感觉这椅啊，这所在足适合你去，正是啦。你要去看觅，我感觉真正对你会有足大的帮助。然后我就I think it's okay 。我讲 I think it's okay. I don't really know how to do it. I can just我就真正。我规个真正硬去，我真正毋知。然后我想讲，我迄当初也是讲，伊要紧甲结束，要甲即个代志，就是要紧走就对啊。啊，佮我伊讲吼，我即杯凉啉了，咱敢要去另外一个所在，隔壁去泡雪看较袂歹，啊无咱来迄间好。嘿，啊我得对去啊。然后反正嘛是泡啊，我想讲安尼，我紧甲去遐个点一杯。扣啦，零的我就走啊。毋过我其实真正是我第一届等着即款的，逼我伫遐灵魂出窍嘛，我想要灵魂出窍。但是伊讲话就是要安利咧推销物件诶。嘛是有可能啊，伊可能叫我做了，就甲我介绍一个袂歹的产品。嘿啊。啊，无就是叫我上什么课啊？我就是上这个课啊，知影要安怎做灵魂出窍这样代志。我感觉你当报名，甲我做回来。我感觉就有可能诶。我感觉笑，讲白痴的啦。系啊，对啊，有当时伫外口约会，真正有着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呢。真诶，所以我感觉若要约会。毋是要约会啊，可能就是迄个网友要见面啊。我感觉是找有较侪人的所在。无毋对。啊，比如讲伫英国啊，有一个物件叫做 Ask for Angela， 就是因拢有伫迄pub 也是 bar 拢会打伫迄我毋知查甫，但是伫查某囡仔的迄下间仔内底拢有打。就是你若是红。有着迄奇怪的人，你会当甲迄 bartender 讲 ask for Angela， 按因就会帮助你偷离开，对，离开，对，莫互发现。啊，即摆台湾嘛是共款的计划。真的哦。还有一个叫做我毋知伊的名是毋是叫 Are You OK？ 啊，或者是一个 podcast 叫做 Shout Out Sex， 用因咧即摆咧募资诶。安尼真正袂歹，我感觉真正做需要这物件，因为你有当时你约会时阵，你也毋知迄个查甫到底有正常无正常啊，无定啉酒啉两喙就开始黑白乱笑，对无？对，有人当帮助是上好诶。系啊，我感觉若有要约会，我感觉你若要出去啊啥货，拢甲你诶朋友讲者。因为这是手机做方便嘛。大家约会的时阵有足侪人拢会看手机啊，无去电话。变数的时阵嘛是会当小偷卡一下，甲恁朋友讲我无甲即个查甫，即个查甫安啊。我感觉不止查甫啦，查某嘛有可能哦，对无？对，大家拢应该注意一下。系啊，大家拢爱注意一下。好，安尼
今仔日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咱万城里长办公室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你要想到这不无弄啊，即摆已经变到那样，垃圾到安尼。顶来啦，顶来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！靠！放个插头啊，好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大趁钱！我真系笑死，到底想啊！啊！